好，来看即马这非洲地震也来影响到文化活动，亲像一个台南加巴萨西拉亚总咧，逐当是拢会办夜祭来感谢祖灵。今年本正是要传16只猪仔来办仪式，也毋过即马受到地震影响，只通改用米糕秤来做成猪仔的形来甲代替。虽然讲即个形式有改变，也毋过感恩的心意也是共款。明仔载这夜祭共款的照常举行。 一只的大只猪仔是台南甲巴煞西拉亚族人为着感谢祖灵阿里祖一当来庇佑专工传的大公开头前，甲代表西拉亚白色的布嵌入伫顶悬，正庭点滴敬酒仪式，形成庄严。不过像安尼画面，今年可能无都看到，因为台中表示可能感染到非洲猪瘟，全国禁止运送猪仔5天，地数影响到24要办各地重要民俗甲巴煞夜祭活动。 啊，无直接服侍啊，你无拜才会个啊。哦，就是恁遮在地拢一定会拜啊。有在地拢有。啊，你烧酒饭卵啊。哦。哦，啊，那个行礼安尼。 经过了解，夜祭拜祭仪式1935年由日本学者用影像记录过。这个仪式是感谢阿里堡保庇一党平安、冒幸运的意涵。参人来讲，拜天空的性质完全无同。去年因为因做无滴，干那准备3只，今年本正按算有16只，无延误禁运令，伊嘛只好改用米糕秤来做麦的形来代替，表达心意。祭司后我交代的吼，就是讲，你会当去做麦猪来代替啦。那麦就是阮俗语内底讲的吼，炊色的这个。 煮米饭啦，所以其实嘛是相共，嘛好啦。两种无共款的传统文化结合做伙，来这个适应当代这个社会变迁吼，和这个文化都会当传承落。在这一次的西拉雅业绩里面，看到史无前例的3只逼格低来当成祭品，可以看到台南市在文化资产的底蕴是相当的丰富的。有900多历史的夜祭文化，就算连后面化运动嘛无互人禁止过，这回因为地灾头一摆无地通拜，伊嘛讲转换形式举办尔，才会西拉雅族人30天来拍拼争取原住民身份。这摆嘛透过夜祭，参大家分享平保原住民族群身份法通过好消息，未来嘛会继续拍拼保存文化，争取权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